第4章，我的囝儿啊，要听老爸教示，要专心学习，才会明白。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，毋通放杀我的教导。我嘛捌做老爸的囝，是老母上疼的孤囝。老爸有教示我讲，你着记牢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性命。着找求智慧，找求聪明，毋通袂记得。毋通放杀我所讲的话，毋通气杀智慧，伊会保护你；要依爱智慧，伊会照顾你。智慧上重要，要拍拼找，要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兑换聪明。你尊重智慧，伊会高举你；你疼惜伊，伊会予你尊荣。智慧会用花冠立伫你的头壳，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。我的囝，要听。要领受我的话，你就会长岁寿。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，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。你行的时，袂拄着阻碍；你走嘛袂踏着滑倒。要持守教示，毋通放松；要谨慎固守，因为智慧是你的性命。歹人的路毋通行，邪恶的人的路毋通入。要闪避，毋通对遐过。要越走向前行，歹人若无害人，袂困得；若无互人绊倒，困袂落眠。因为因用邪恶做饼食，用强暴做酒啉。义人的路，亲像透早的光，哪照哪光，照到中昼。歹人的路，亲像暝是乌乌暗暗，人踏着滑倒，嘛毋知是安怎。我的囝，要注意听我的教示，耳耳孔听我讲的话，要不时注意，毋通忽略，要记牢伫心内。找到的人得到性命，规身躯拢勇行，要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心是性命的根源。你的嘴毋通欺骗，你的喙唇毋通歪曲是非，你的目睭要看直直，要注目看头前。你行的路就修福平，你的道路就拢平坦好行，毋通偏左偏右，就互你的脚离开邪恶。